照顧者默默付出，支撐住整個家庭，但係呢份付出嘅背後咧，往往伴隨住難以言喻嘅緊張、壓力甚至焦慮。緊張係面對即時挑戰嘅身體反應，壓力就係長期負荷下嘅身心狀態，焦慮就係對未來不確定性嘅情緒反應。照顧者持續出現緊張、壓力同埋焦慮，常見嘅原因包括持續不確定性，例如病情變化；高情感嘅投入，例如對親人嘅愧疚感；長期嘅體力同埋精神透支；缺乏支持，包括社會同埋家人支持不足，以及對未來感到迷失，例如職涯啦、經濟同照顧壓力似乎無止境。從中醫嘅角度睇，持續緊張會令身體嘅氣機運行不暢，形成肝氣鬱結，容易出現煩躁、胸悶。勞倦過度會損傷脾氣，脾為氣血生化之源，脾虛則氣血生成不足。同時，心主血脈藏神，心血虛則心神失去依附，形成心脾兩虛，容易出現心悸、失眠、食慾差。若再加上屋企人嘅不諒解啦、求助無門等情況，肝氣鬱滯不得疏通，鬱久化火，肝火引動心火，就可能出現心火亢盛，表現為口瘡、煩躁、舌尖紅。花茶建議：菊花百合藍棗茶，材料包括菊花5朵、乾百合10克、藍棗10克。做法咧就係先將以上嘅材料咧用清水簡單沖洗，再將材料放入杯中，再加入500毫升嘅滾水啦，蓋上蓋子焗10分鐘就可以飲用啦。咁喺心理調適技巧方面，我哋可以設立煩惱時間，避免整日俾焦慮牽動啦。睡前亦都可以預留冷靜時間，令到情緒慢慢沉澱，亦都可以揾人傾訴或者寫日記，整理內心感受。同時亦都可以學習接納自己不完美啦，減少對自己嘅苛責。照顧人哋都唔好忘記照顧自己，俾自己一點空間，接納情緒，尋求支持。你並唔孤單，各位照顧者加油！